打开，吃都很奇怪哦。哎，太敢夹口这边。哎呀！哎呀！嘿，唔是讲，人家都讲发生乜嘅事情啊？其害他哥把尖呀片，我挨到人家做事，还不准挨到了。实在太超过咧，太超过咧！有个问题啊，想办法解决。哎，挨冇问题呢。将挨个计划绝对唔会有问题。人哋要做得，管佢也行出来水幕，晒下来，夹夹走过去就冇事情啦。太冒险咩？喊你哋走啦！系啊，行偏条路啦。唔爱，挨就系爱出只过去。no，唔通挨讲啦。嘛个啦，到底嘛个事情呐？嘿，唔好啊，太狗狗诶！注意啊！注意！牛哥山，都系挨啦。嗨，唔好，你系我系猫头雕博士，系研究机械塔壳嘅权威。竟然要叫我朋友嘅方法嘛？哦，有嘅问题同复杂冇，听我来啦。好好师傅，唔掉原來係，我聽說會撞嚟叫唔掉嘅。請入來。暗子說，不過我聽說家家去救佢掉。像錯啊。慢慢地聽我講，我本來係阿布博士嘅出書。你一隻條誒，輸腳同人講交意思。聽你講假，講強意思。我係當從前伴阿布博士就來做聲音嘅塔殼授課嘅。我以為很聰明哦。授課嘅本應該就變咗機械塔殼踢出嚟高嘅。
故说我老机海头头变转小可的，向我吐出阿布萨。博士，唔通。快睇咧！好，阿弟啊，下来。六梯就在头前呢，但一比人机较细台，第六梯对人较有利。啊！好弹，这个摆起来。看来好弹嘅厉害。手按呢，挨到3个的阿布博士来到机海上，小可的做管家，日的点钱又快咯，事情就当顺心。结果阿布博士请到小可的，又老几变到无处机海塔口。请问喵条条博士有乜嘅辦法冇？也係小可的嘅回復狀批。微服重批，很好呐！哎，去叫佢到。嘿，第二片。看鸦片，看鸦片！快点飞！No，夹夹有什么？小可诶，小可诶，博士，哦，嗨，农农，今餐老我聽書老小可會叫進來，按住死啊！
博士，我真係感謝你。老外，兩個朋友叫轉來咧。也嘅送本，我喺阿布上如何用嘅錯？貓頭雕博士，俺子噻。再见。上來再了。見咯。白公用嘅噻。講我，34年唔是痛啊，萬見你做乜嘅啊？你攞佢哋凍下來。